这个总统大选也影响到咱台湾股市的气氛。金管会统计夜间期货的交易量已经超过3成，也毋过今仔日早盘这市场是普遍拢咧观望，所以有小可跋价，价格倒转来到17500点。这专家是讲选举若过，无确定的因素消息，咱的股市应该会过去。 总统大选进入最后一天，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对着选后结果的公布，台股可能会出现无共情更加反应。看12台股大盘的表现，早盘看得出来市场观察的气氛正重，本土资金持续退出，开价走价，好甲在盘中起落有较收敛，订货17500点，市场是关心台股敢会出现选后行情。 在选后，那么当不确定因素都已经消失了以后呢，除非这个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度的回档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台湾股市呢，在资金回流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是认为说，像是选后行情加上红包行情呢，应该是可以值得关注的。 分析师认为，选后包含大节电甲 AI 相关概念股，拢有机会变作市场关心的焦点。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进前是预测，今年股市也是以基本面为主，为去年底的 AI 半导体产业会搁再吸引外资买进。乐观看待今年资本市场的发展，尽管选后有波动，不过也是会以国际产业发展甲市场动向连接为主。根据金管会10月公布上新的统计，台湾的期货暗盘交易量已经为109年底的2成5，成长到去年底超过3成。另外，为外资汇入的金额来看，显示台股外资也是真介意。 台股的话，非常受到外资的一个青睐哈。那经统计台股的外资累计汇入金额至109年底是2085亿美元，到了112年底的话就已经来到了2455亿美元。金管会统计。 去年国内的上市贵公司比起109年新增加83间，市值提高到20%以上。未来会持续强化市场的功能，销入交易市场。有分析师认为，选后起价比率将近9成，科技股、AI 概念股也是大股带头起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